另外，台中捷运拜二的时，有一个20岁姓洪的查甫人，一个少年家，伊是摕刀攻击车厢内乘客。昨昏警方讯问，下晡的时移送地检署，昨暗互法院收押。检方是认定讲，疑犯案的时，伊头壳、心神拢正常。另外，因为无证据显示伊有共犯，所以并无裁定禁见。台中捷运日后发生提刀伤人的事件，警方宣布，即马开始，每列车拢有关警，随车巡逻防护，提高见警率。将以班班列车有警察的勤务方式，协同捷运公司保全人员交叉巡逻，加强专责护车勤务。警方调查姓洪的嫌犯19暗时到台中大西屯区汽车旅馆，日以坐计程车到中正永安宫站犯案。三起刀啊是1礼拜进前伫个高雄落地的5金行买。警方将姓洪的嫌犯以涉犯刑法杀人未遂、恐吓公共安全、伤害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检方核实的时阵发现，伊一问一答拢无问题，真正做案的时阵，犯后态度拢是心智正常的人。向法院申请羁押，暗时台中地院召开羁押庭审理，再准受押。伊的爸母真一摆向社会大众鞠躬回息的，仰望受伤的人拢能早日康复。他们受到伤害比我的小孩子受到伤害更大，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。我也希望你们的小孩子可以早日康复。我真的不会教小孩，我在这边再跟你道歉一下，说我这个爸爸是失败的。两个受伤的人28岁姓柯查甫人倒面的面有9公分的刀伤，后续要进行美容手术。17岁姓吕的查甫人正面的肩胛头、胸坎、手骨有12公分的刀伤。日下晡已经转去一般的病房。警方提醒目前已向诈骗集团用姓柯查甫人名义借钱。台中市政府是表示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车厢内底建议拥护的民众应得到指示人免钱坐中捷的奖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